宜兰圆山望龙比是当地真出名景点，不少游客是专工买饲料去遐饲鸭饲鱼。不过，公所是发现讲，这游客饲料就甲这粪扫乌白拼，造成环境垃圾里落，所以讲就决定要甲鸭刷走。不过有民众认为讲，这环境垃圾是人的问题，甲鸭都无关系，而且甲这寡鸭刷走，恐惊来观光的人卖减少。民众摕饲料伫圆山的望龙比饲鸭。未来这可能经常恐惊是无地看，因为圆山乡公所最近公告，按算为初5开始，甲这鸭刷走，而且要规个清理。这鸭收来收去，平常时拢是食游客饲的饲料。附近卖当看到袂少咧卖饲料的单位，不过看到公所的公告了后，部分的游客烦恼讲，未来恐惊无游客会过来望龙比。担心会没游客这样。对啊，你到时候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，那到时候游客也会没有的啦。环境会感觉就臭的嘛。我就唔捌行街去买草。民众希望讲公所应该加强管理，唔是甲这鸭刷走。不过，嘛有部分的人认为讲，当地卖饲料饲鸭的行为，确实互环境变较垃圾，嘛有袂少粪扫。如果在6月5号之后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与动防所协议说，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鸭子再另外移植到别的地方？圆山乡公所表示，望龙比的鸭那像是有民众掠去放的，加上一直生团，数量愈来愈多，对当地环境造成冲击，才会要甲刷走。嘛希望讲这鸭若是有人饲的，会当家己来甲因带走。公司新闻，宜兰报道。